有冇人同我一樣鍾意食希臘乳酪呢？我覺得佢好似 cream cheese 同雪糕，但又健康。呢啲係我最近自製嘅希臘乳酪，真係好簡單又好好味。我喺淘寶買咗部日本 Iris Oldtimer 乳酪機，佢仲可以做泡菜等等。最緊要係佢有個精細濾網，可以輕鬆做希臘式乳酪，仲有量匙羹，容量有1公升，超大。咁之後我仲想試下其他功能啦。而家我一步一步教你點樣做乳酪。首先，煲滾水，高溫消毒同牛奶有接觸嘅零件，包括蓋、量匙羹、濾網同容器。準備好牛奶，如果係雪櫃攞出嚟，建議放室溫一陣，最好用低糖牛奶。我每次都用1000毫升牛奶嚟做乳酪。之前整好嘅乳酪記得唔好食晒，因為可以用佢入面嘅菌無限製造乳酪。如果你第一次做乳酪，可以加啲黑菲爾菌粉落牛奶入邊。黑菲爾有好多好處，包括促進消化、幫助調節免疫系統、提升抵抗力、改善皮膚狀況同提升肌膚光澤。攪拌完就可以發酵啦。乳酪模式係9個鐘同42度，啟動後就可以去瞓啦。9個鐘後，牛奶會由液體變成凝膠狀，到時我哋就可以用濾網過濾乳清，可以室溫放半個鐘或者放冰箱等待。過咗半個鐘已經隔咗咁多乳清出嚟，可以直接飲。佢含有高質量嘅蛋白質，對肌肉生長同修復有益。乳酪會變得更加濃稠，包好保鮮紙再放冰箱等待。今次真係我最想要嘅質地，乳清仲可以用嚟醃肉、做餅同麵包等等。依家嘅狀態好似搽麵包嘅 cream cheese， 或者似好 creamy 嘅雪糕，搭配唔同食材就可以整出多款式嘅美食啦。之後我再示範點樣用乳酪做出營養又好味嘅早餐同甜品啦。希望幫到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